平安，欢迎收听迦南之声，我是刘应艳牧师。5月19号，真假对决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41章21到29节，其中29节最后这样说：所有的神明都凶无一策，他们都软弱无能，一事无成。延续昨天我们的经文，最后神向这些偶像的审判，也就是神宣告那些假神是虚空的，不能指明神要做的事，他们不是神的某事，一个都不能回答神。这些偶像在神面前站立不住，只有我们的神才知道一切。所以列国无知无助，拜偶像的人都是可憎恶的。这是神对列国的审判。我们看到这个结局，就是神掌管结局。神透过先知以赛亚，向被掳的巴比伦国的以色列人来阐明，要他们跟神有关系，要他们悔改，离开偶像，来到神的面前，才能够得着拯救。有神的同在，必能够得着保护，不害怕，生命可以得着更新，能够胜过艰难。神让以色列的人知道，那是他的拯救，为他们而做的。所以这里有2段说到，第一个，假神无法指示未来。我们可以知道，在这个世间上，尤其在那个时代，人拜偶像假神，是因为想要知道自己的过去、现在跟未来，到底是祸还是福呢？对，巴比伦有很多的偶像假神，确实能够来告诉你过去，但是却没办法告诉你将来，甚至于将来你遇到的是那个祸害，是不好的，他没有办法翻转，因为人人都有罪。所以假神所做的不过是虚假虚空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宣告，我们的神才能够掌管结局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寻寻觅觅，想要知道自己，想要了解自己？那个重点是我到底将来我要怎么办？我要来决定我现在要怎么过活。我们将来绝对不是像虫而已。我们信靠神的人，虽然会死亡，像虫一样，像昨天的经文告诉我们41章14节一样，我们虽然很像虫会死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来使我们有跟他一样的形象，是爱我们，是给我们有自由意志，甚至他要帮助我们，给我们悔改的机会。因为今天的经文里面最后甚至说到，神对锡安报好消息，就是指向那个耶和华昨日今日永远都一样，他是首先，他是末后的。原来我们的神早就预备好一个赐给我们报好信息的，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是穿越时空的神，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、现在、将来。这些是那些偶像，那些不是神的，这些神所能做的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有神在，我们就不怕，我们的惧怕就不在，我们的生命纵使在那个困苦中，我们仍然可以很自在。因为我们知道，纵使过程是艰难的，但是我们的神定义要给我们每一个他所爱的有好的结局。我们现在呢？我们现在的格局是什么？如果我们的格局仍然只是小眼睛看到那些眼前的，我们拜那些偶像，甚至会过去的，而忘了不看这位神，我们就可惜了。愿我们能够有一个大的格局，这个格局是我们的真正的神他给我们的，以致我们可以有一个好的结局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，
求你救我脱离试探，让我看清楚生命的真相，让我可以防备那些无形的偶像入侵到我的生命，而取代了主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主今天继续对我们来说话，使我们真知道我们的主爱我们，使我们朝向那个好的结局。我们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订阅，而且给我们5星级的好评。我们明天见。